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这酒有毒。李公公，太皇太后为何要赐毒酒给我们？咱家也没有办法。事到如今，我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吧。都怪你们的运气不好，看到了不该看的场面。李公公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还请您帮我们向太皇太后求个情，饶了我们大家吧。咱家没有这个面子，更没有这个胆子。这太皇太后的懿旨既然已经颁下来了，谁都救不了你们了。这毒酒，你们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李公公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李公公，我知道你和我们一样，都服过大不完，都是鳌拜埋在宫里的棋子。今天，你若不救我和这些宫人，那么你的秘密，我也不会再替你保守了。为什么不回答朕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如果我说实话，我怕你不开心，不给我解药；但是如果我骗你的话，那就是犯了欺君大罪了。你就照实了说，朕答应，不论如何都会救你的哥哥和那些宫人。真的？天子之语，金口玉言。不爱。这两个字说的真干脆，丝毫不顾及朕的感受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皇上是这个天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人。可是作为老大，也许我会爱上结拜小弟龙三，但是作为奴婢，我永远都不可能爱上皇上。杀了他！李德福，想不到你要杀我灭口！快追啊！站住！快！李太医，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李德福，你别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知道你是鳌拜的内奸了。你别忘，我还有我妹妹奕欢，我若是死了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李太医，你我都是同乡又同姓，
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，可是太皇太后这懿旨一下来，我们这些做奴才的，除了照办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救了皇上的性命，又助皇上擒拿鳌拜，立下大功，太皇太后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要置我于死地？哎，都怪你那个妹妹啊！仗着皇上对她的宠爱，她就无法无天。我在这宫里都已经几1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宫人敢打皇上的。奕欢呢？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太皇太后不会放过他。李太医，你先把我放了，继续替我保守秘密，让我去向太皇太后求情，我尽量求情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些宫人呢？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咱们都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哪还有闲心顾及他们呀？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无辜的人丧命。我要见皇上。住手！皇上，微臣参见皇上。凭什么？李太医，朕赦你无罪。你现在马上和索额图去解救那些中毒的工人。微臣遵旨。这，快！李德福，这差事你办得可真是用心啊！皇上恕罪。石叔姑娘，老奴也是实属无奈，石叔姑娘您大人大量，不要记恨老奴啊。中堂大人，公公有礼了，宫中一切可好？中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。皇上好吗？皇上现在还是每天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，无心朝政。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？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景象，老夫是历历在目。不过如今皇上翅膀硬了，不把我等老臣看在眼里了，是时候给他点教训了。啊，那中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每日给皇上一盅补药吧，接着看着他喝下去，懂了吗？奴才懂，奴才懂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公公，我这口技练得还不错吧？原来那晚你也在马车上，那你是如何知道是我？公公啊，虽然您那天行事谨慎，带着黑纱，我看不清您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看到了你耳朵后面那颗痦子，所以我还是认出了是公公您。李欢，太皇太后果然说的没错，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丫头。可是李公公啊，这太皇太后也看错了您啊，您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奴才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李公公，您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是不会害别人的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害人的人。所以只要您不对我们兄妹两个起什么歹心，那我们自然不会对您怎么样。但如果您的心里对我们兄妹两个……皇上，等等我。龙小弟，谢谢你啊。其实就算你不求我，我也要救那些工人们。虽然这会让太皇太后特不高兴，但是朕已经擒下了鳌拜，真正亲政，朕必须坚持己见。不过这个李公公实在是太讨厌了，向太皇太后告密的人肯定是他。这个朕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但是李德福10岁就进宫了，侍奉过3代君王，
太皇太后对他十分宠信，打朕小的时候啊，就是由他把朕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太皇太后，这已经是惯例了。就算朕有不满，也无可奈何呀。没想到皇上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啊！当皇上无奈的事情多着呢。对了，大补丸的解药你搜到了吗？我哥哥还没有完全的研制出来，估计这个鳌拜是想彻底让我和哥哥给他陪葬了。那怎么办？这鳌拜虽然已经擒下，但他毕竟是3朝元老，他的一生功过十分复杂，朕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呢。而且他的性子十分桀骜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龙小弟，我是你老大，自古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没问题的我。朕真的是没用啊，连你都保护不好。龙小弟，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，不然我会愧疚的。都快点，把药给我灌下去！把药赶快灌下去！快点，赶紧的，把这球开，给我喂下去！快！皇上不必多礼，先救人吧。快救人！皇上，我已经安排他们把药都给灌下去了。那他们是不是得救了？药已经喂下去了，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什么？但是，这酒毒性实在太烈了，纵然服下解药，毒素也早已侵害了他们的咽喉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。张嘴。你是说，他们以后都是哑巴了？是我害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哎呀，李德福啊，连这点事你都办不好，你真是不中用啊你！太皇太后，您息怒，奴才跟纳赛正要把事情办好的时候，皇上跟李易欢突然来了。皇上让奴才放人救人，奴才哪敢不遵从啊？哎呀，皇上是中了李易欢的毒了，中毒不浅呐。这样吧，你把这个李易欢给我叫过来。谨遵太皇太后懿旨。龙小弟，没想到我冲动打了你一巴掌，居然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朕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在朕的心中，一个好皇帝，与其让臣民们畏惧，不如让臣民们敬爱。难怪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你是全天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了吧？易欢，朕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一定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你更不可能会爱上朕了。也许这皇宫确实不适合你，你应该出宫去嫁给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。民间的疾苦是听不到的。多谢老大指点，对小弟来说，犹如醍醐灌顶，顿生觉悟。
自此出巡以来，我这双耳朵总算是打开了。等我回了宫以后，再也不会让我这双耳朵变成白纱。龙小弟，一言为定。为了你这句话啊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下雨了，哈哈哈！昨天雨势还挺大。看这个雨势，山西的旱情应该能得到缓解。这都是主子您宅心仁厚，感动了上苍，所以上苍才降下甘霖，拯救万民呐。想不到这场雨一下就是3天，真是一场及时雨啊，缓解了山区的旱情。这场雨虽然缓解了旱情，但是错过了播种的季节，灾民们仍然需要救济。我知道，我会让朝廷继续赈灾，让灾民们平安度日，直到下一个收获季。龙小弟，看来你这双龙耳真的打开了，能听见民间疾苦了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少在外面走动吧。前些日子发生那么大动静，一定会惊动官府。索大人出去调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万一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可不得了。我想看一看刘德昭他们会如何行动。再说了，那日我们都易容了，他们认不出来。就是嘛，你要对我的易容术充满信心。主子，你看现在街道上，这个灾民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多半是他们领到了钱粮，又看到旱情得到了缓解，所以都回家去了。只是这些钱财还完全不够，有一些住得偏远的灾民，还有一些老弱妇孺，就完全没有得到救济。主子，像那样的行动可一不可再，还是等索大人调兵回来，拿下刘德昭这个贪官，再安排可靠的官员，严格执行朝廷的赈灾计划，才是长远之计。说的有道理啊。我跟你说，听说前些天有人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粮分银。哎，龙小弟，咱们都成了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了。多亏了他们呀！怎么会像是铁匪呢？活菩萨呀！是呀，哪怕是活菩萨，现在都自身难保了。这劫了官粮官银，可都是杀头的罪啊！是啊，就咱们老百姓最可怜了。逆来顺受是个死，这官逼民反还是个死啊！你说他们这些好人都被抓了，多好的人生太可怜分粮了。老百姓真没有活路了。待我回宫之后，一定要将刑部那些盗案发回重审，只有那些真正打家劫舍的盗案，才判死罪，而那些被无良贪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囚徒，全部从轻发落。龙小弟，你简直太圣明了！怎么了？他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就这么容易被他感动？你不信他说的吗？我觉得这次来山西对他感触挺深的，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只怕他的真心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。你别看他现在义愤填膺，对官逼民反的百姓充满了同情，但只要回到了紫禁城，
他的心境和立场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最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朝廷的权威和自己的龙影，而不是百姓的疾苦。朱哥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怎么那么失落跟害怕呀？环美，我知道你对康熙充满了幻想，但将来你就会慢慢明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让开，让开！官爷，求你再仔细看看这画像，和老朽只是略有几分相似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这3个人看上去跟老实巴交的，哪有胆量去劫官粮官银啊？就是啊，看他那个小身板，个个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，就算有那个贼胆，也没那个能耐呀。行，这3位活菩萨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给灾民发放完钱粮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！就这帮饭桶，只知道欺压老百姓，他们哪有本事去抓人呢？就是啊。还不是只能找几只替罪羊上去交差呀？可是这3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要犯长得有点像，当官的无凭无据的，能随便判人死刑啊？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这帮官老爷哪个不是无中生有、栽赃陷害的能手啊？这可是死罪，这犯人不认罪，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。嗨，只要进了公堂，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！3步之下，何共过去？对，到了秋后，3颗人头落地，这案子就了结了，官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，看看巡抚大人。看看去。对，走。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真把无辜的百姓屈打成招吧？咱们也跟上看看去。也不知道要怎么审啊！哎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走，快点！跪下！让开！主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临出来之前，为了预防万一，我把那道圣旨带了，要不然以钦差的身份进去问一下。不急，咱们先看看这个刘德昭怎么办这个胡乱。这也不让我们进呐！走。王13胡二狗谢大牛，你们说你们并未劫粮劫银，可是为什么从你们家中搜出了失窃的官银跟粮食？讲！大人呐，小老儿实属冤枉啊！那些粮食和官银，不是官府赈灾分给咱们灾民的吗？那夜在码头取了好些个灾民，每人都分到了1斗粮食和1锭银子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更冤枉啊！那夜小人听说有活菩萨要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钱分粮，本想赶着去的，不料小人的娘子摔了一跤，把怀了3个月的孩子划掉了。等小人安顿好娘子，赶到码头，银子和粮食早就分光了，活菩萨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小人的家中穷的只剩下4面墙了，也不知差爷们怎会在家中搜出这些粮食和1锭银子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冤枉的。小人那日夜里在家照顾病重的老娘，赶去码头也去得晚了，什么都没分到。哦，金嫂，有人拿着画像在小人家门口望了几眼，问了小人几句话，随后那人便送了小人1袋粮食和1锭银子。小人正感激不尽，赶紧去给我那快饿死的老娘熬粥，谁想到还没等到粥熟呢，这时就来了几个捕快大人，硬说小人是盗抢官粮官银的贼啊！大人，小人实在是冤枉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他们是拿着画像对比，看谁长得像就抓起来栽赃。小人冤枉，大人！大人要明察！大人明察！大胆的刁民，你们竟敢诬陷本府的公差！来啊，传证人！带证人！这架势，我看着都害怕，何况寻常老百姓呢？
参见大人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主子，他们脸上那些墨汁啊，是我之前加过药的。要是想洗掉的话，除非搓掉一层脸皮，不然的话1个月都别想洗掉。这些梁上丝毫没有吸取教训，脸上的字还在，却又在陷害无辜百姓了。他们竟然如此不知悔改，将来我便命人将这些字刺在他们脸上，除非他们撕掉脸皮，要不然一辈子都洗不掉。真的？那就太痛快了，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恶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不杀人啊？一句话不就血流成河吗？难道不是最大的恶人？环美，就算主子说了，在宫外可以畅所欲言，但你也不能不知轻重，胡乱说话。我知道了。龙小弟嘛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，更何况你是皇上，所以你肚里可以撑100只、1000只，可以撑上万只啊，所以你肯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行了，别说那么吵，我都听不清公堂上的动静了。哦，你们几个证人，认一认前面这3个，他们可是那日打劫你们的匪徒。没错，大人，就是他们。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大人冤枉！大人冤枉！大人冤枉！大人！王13，5个人都指认你们，你们还有何话要讲？大老爷，老朽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这是我等从那3人家中搜出的迷药。这些迷药和米道府中守卫的那些完全一样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跟老娘职场挨饿，早都不想活了，就连买包老鼠药的钱都没有，哪里来的钱买迷药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和娘子也饿了好些天了，家中若有迷药，早就不管这么多，先吃下去了，哪里还能留到官员们来搜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卑职刚刚在高级药铺调查到，王13前些日子曾去药铺买过药材，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配出强效迷药。这是高级药铺掌柜高老师的书证，大人请过目。哎呀，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2人没钱买迷药，那这药一定是王13配好后送给你2人的，对吧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小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13啊，大人！是啊，小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您说的王13是谁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大人，冤枉啊，大人！老爷，小老儿前些时日确实到高级药铺买过药，只是想配一些迷药药兔子，怎敢拿这些药去药人呢？大老爷，更不曾把这些药分给2个不认识的人呢，大老爷。真没想到，他们连相关的伪证都做好了，看这手法，简直是轻车熟路。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如果找不到我们3个，就要拿这3个无辜的百姓顶罪。你们这些个刁民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抵赖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！还不赶紧给我速速的招来！你们是如何勾结江洋大盗，盗取府库官银的？大人，
小民冤枉啊！明察呀，大人！一群刁民，刁民！事到如今还敢喊冤？好，来人呐！每人重打30大板！看你们还敢嘴硬！打！小民冤枉啊！大人冤枉啊！大人冤枉啊！大人！这个狗官，看来刘德昭是铁了心要将这3个百姓屈打成招了。主子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必须要阻止他们。我眼下好歹也是奉旨查处书剑一案的钦差大臣，纵然无权过问山西的地方政务，但刘德昭应该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击鼓鸣冤。是。大人，你干什么呢？要干什么？龙小弟，武功长进了吗？那是，跟了老大这么久，总得学点本事不是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家大人奉旨前来山西查案，还不赶紧让你们巡抚大人出来迎接？你们真是钦差大人？圣旨在此，还有假吗？喂，一道圣旨这么威风啊！老大，这个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。龙大人，刘德昭恭迎钦差大人。早就听说龙大人到了舒大人的府上，本该前去拜会，只是公务繁忙，实在是走不开呀。早有耳闻啊，这山西旱情严重，刘大人一边忙着赈灾，一边忙着缉捕盗匪，确实是忙得很呐。龙大人此次来奉旨调查舒大人遇刺一案，不知办得怎么样了？今日龙大人来，可是想让本府助你一臂之力？确实是需要巡抚大人相助之处啊。本府定当全力配合。哎，不过龙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本府现在正在审理一起盗匪之案。不如这样，龙大人先暂时去我的后堂歇息，待本府办完此案之后，再到后堂听龙大人通报舒总兵遇刺一案的案情如何？刘大人，这3天前夜里发生的重大盗匪案，没想到今日就抓到了匪徒，刘大人的办案效率实在是让我钦佩。刘大人，不知本钦差是否可以在此旁观刘大人审案呢？龙大人呐，你不过是奉旨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的，这盗匪之案呢，与舒案呐，没有任何之相关联。哎呀，若是要旁听的话，不太合适吧？刘大人，本钦差只是旁观而已，绝不干扰刘大人办案。再说了，等本钦差回了宫以后啊，这皇上问起在山西的见闻，我也好将刘大人的这高效办案的美名上达天听啊！哎呀，龙大人若是执意要旁听的话，那就堂上请。哎，请。请。刘大人，这3个就是劫银劫粮的盗匪吗？不错，现下人证物证俱在，可是他们抵死不招。大人，老朽实属冤枉啊！大人，刘大人，不知有何人证物证，可否给本钦差瞧瞧？
王大人，你可是奉旨前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好像这个案子与你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吧？你只静静的旁观就好了。这具体的案情，本府无可奉告。王十三、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们现在可愿招了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小民冤枉啊！好一帮刁民，看来不动大刑，尔等是不会招供的。来呀！大刑伺候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是抵不了赖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招认了吧，免得再受这皮肉之苦。大人，大人，老朽自打进了这个公堂，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。老朽经不起如此大刑，老朽冤诏啊，大人！胡二狗、谢大牛，你们呢？小人冤枉啊，大人！王十三，你就先招吧。大人，我招。大人，老朽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招些什么呀。好，你们3个人那是办不了翻墙入室、劫官银官粮的大事的，你们必然还有其他的同伙，而那些同伙也必定不是普通人，那些人应该是盘踞在牛角寨上的潜明余孽，才会如此的胆大包天，是不是啊？大人，大人，您说是就是吧？那你就将如何勾结牛角寨贼人的经过如实的招来吧。这经过，大人，老朽年老昏聩，这经过我实在是记不清了，就以大人调查的为准吧。好，那么你再想想，你又是如何联系胡二狗和谢大牛，去给牛角寨的匪徒做接应的？这位老伯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要认罪是你的事，可不能胡乱拍咬我们呢。前日我家娘子刚刚流产，还等着我回去照顾她呢。这位老伯伯，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老娘等我回去照顾，这盗抢官粮官银可是死罪啊！大人，大人，老朽无儿无女无家产，我死不足惜。可是我与这2位小兄弟素不相识，你要让我胡乱指证，小老儿我心里实在是不安呐。看样子你还是没想明白呀。来人呐，在，让他清醒清醒。大人，大人，老朽冤诏，冤诏啊！大人，这案情经过，您比老朽更清楚，就请你们代老朽写下供词，让老朽画押便是啊。这就对了。来人呐，在，把王13押下去。是。
老爷，走，你们关闭民房呐！胡二狗、谢大牛、王13都已经招了，你们还要顽抗吗？罢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被砍头也比这么活着受折磨的好，反正都是个死。小人愿招。有劳大人转告小人娘子，小人不能陪他白头到老了，让他自行改嫁吧。你就放心吧。来人，在，把胡二狗带下去。是。走。哎呀，谢大牛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怎么着啊？你们这些狗官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就算你们有本事瞒得过朝廷，瞒得过皇上，你们也瞒不过老天爷！住口！来人，走，把他的嘴给我塞上。是。慢着，贼什么嘴呀？他不是愿意骂吗？你让他骂。谢大牛，我告诉你，皇上远在紫禁城里，你就是把喉咙骂破了，皇上也听不见。现在呢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直接画押呢，还是领教我这堂上诸般的刑法之后再画押呢？狗官，你不得好死！动刑！慢着，不能动刑。刘大人，想不到如此一起惊天大案，你们居然是如此办理的，真是让本钦差大开眼界。龙大人，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此地民风向来是彪悍奸诈，这几个人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，不过是想博取龙南的同情罢了。尤其是这个谢大牛，他爹曾是牛角寨上前明余孽中的一员，前2年刚被判了腰斩，而且那起案子就是谢大牛他娘亲自出手的。可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，如今他谢大牛长大了，仍然与这牛角寨暗中勾结。当初我娘出手，害得我爹被腰斩。我一直以为我娘做得对，我爹就是个大逆不道的糊涂虫，他该死。可我如今才明白，是我娘错了，是我娘错了。这大清的天，简直比锅底还要黑呀！这百姓就该反！住口！住口！龙大人，你听见了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此人果然是前明的余孽呀！他勾结山匪，打劫官府的库银。即便是他不招供，就冲他刚才那番说辞，本官也可以判他个斩立决！斩立决！刘大人，若不是你们软硬兼施，诱供逼供，这谢大牛又何至于恶言诅咒朝廷？冷大人啊，这2位，一个是您的贴身丫鬟，一个呢是您的贴身护卫，算起来也是您的奴才。可是你今天看看，他们2个竟然敢在公堂之上对本府出言不逊。龙大人，你平时对你的手下是不是未免太放纵了一些啊？刘大人，这公堂之上虽应分尊卑，但更应该论国法。你这个审案的手段，的确让人无法苟同啊。
大人，这说起来，你虽然乃是一个奉旨办案的钦差，不过是官拜五品，比起我这2品的大员来说，似乎是还低了这么几级吧。而且这圣旨上写的是明明白白，你龙大人是来办理舒总兵遇刺一案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干涉我地方的刑案，恐怕是不合体力吧？刘大人，下官的官职是比你低，可是你就不怕下官回了京城以后，向皇上交旨之时弹劾你吗？龙大人，皇上虽然年少，但他却是圣明的天子，我想他不会听你一面之词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一路辛苦了，我看还是到后堂先歇息吧。待本府审完这起案子之后，再同你好好交流交流同僚之谊吧。龙大人，请随下官到后堂歇息吧。慢着，你们可知我乃是？龙大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主子，要不然您把密旨拿出来给刘大人看看吧。密旨？对啊，皇上不是给您下了一道密旨吗？让您调查舒总兵一案之时，顺便督查一下山西赈灾情况以及地方官员官风吗？哎呀，龙大人啊，实在没有想到啊，龙大人身上还有皇上的密旨啊！不知皇上的密旨现在何处啊？可否让本府看一看？这密旨？这密旨啊，让奴婢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箱里了。主子，要不然您随奴婢回去取一趟吧。也好，刘大人请稍等一下，下官这就去取。那个龙大人，是否让本府派一队兵士护送啊？不必了。李护卫，你接着替本官陪审，顺便提醒一下刘大人，不要滥用酷刑啊。卑职遵命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如果咱们拿不出密旨的话，刘德昭一定会说我们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必定跟我们翻脸，那3个人就死定了。尤其是那个谢大牛，不死也得残废啊！哎，事到如今，只能造一封假的密旨喽。伪造密旨？这个刘德昭身为山西巡抚，又加兵部侍郎衔，乃2品大员。即使他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，你的字他总归认识吧？老大，你疯了吧？这是我首次微服私访，毫无经验。我没有带上玉玺，也没有带上书写圣旨的龙文黄卷啊。万事都有变通的嘛，龙小弟。这个密旨肯定不能正式的写在龙文黄卷上啊。我们把宫里御用的花笺，加上你的御笔亲书，还有玉玺印鉴拿出来给他看，肯定能唬住他了。不是，可问题就在于没有玉玺啊。我可以帮你搞定啊，我照着你圣旨上的玺印刻一个不就得了？你还会刻章？那当然了。老大，我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医药赌蛊、机关杂耍、金石篆刻都不在话下。走吧。龙小弟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老大，你这个篆刻的功夫果然和你的武功一样，不能深究啊。刘德昭只要仔细一看，就能看出其中的破绽了。切，问题在于他不可能仔细看，
你那道圣旨是真的，他已经仔细看过了，怎么可能怀疑这个是假的呢？那我们只能碰碰运气了。刘德昭只要一看到这个密旨上的内容全部都戳中了他的软肋，必定就会心下大乱，不会仔细查看最后的印件了。李护卫，不知你家大人和令妹何时会回来呀？我家大人回去以后还需要沐浴更衣，就麻烦刘大人和诸位大人要不先把这谢大牛押下去，等我家大人回来了再审。来啊，在，将这谢大牛先押下去。是。李护卫，不知你家大人是哪一年考取的功名，出自谁的门下？我家大人身份尊贵，属卑职，无可奉告。好，身份显赫，好啊！哇，大功告成！龙小弟，怎么奖赏我？奖赏？伪造官印已是杀头的大罪，这伪造玉玺是要诛九族的。龙小弟，什么意思啊？过河拆桥？我可是奉旨造假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论到杀头的大罪这几天我龙三犯的可不比你少。只不过老大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特殊的技能？我就是一个江湖混混啊，江湖小混混，自然要学得多一点，不然怎么混得开啊，对吧？相比于刘德昭你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亏你技艺不精，这个玉玺呢，你伪造的不能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要不然的话，那可真就天下大乱了。龙小弟，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忌讳的事儿啊？从此在你心里就记了我一笔了？没事儿，这要是别人呢，伪造玉玺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会轻饶了他。但是你嘛，我知道，你虽然天性顽劣，但是你一定不会做出什么让我不可原谅之事。虽然你嘴上这么说，但是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已经对我有防备了。早知道我就不出这个馊主意了，另外想办法救那3个百姓啊。反正呢，我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这次回宫以后，就一辈子把你拴在我身边，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犯下什么连我都保不住你的重罪了。我才不要在那个像金笼子一样的紫禁城里坐牢呢。君无戏言，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皇上啦，你是我的龙小弟啊。李护卫，待会儿等你家大人回来之后，还请您在你家大人面前替我等多多美言几句啊！啊！好说，好说。多谢。钦差大人到，圣旨下。
皇上密旨道，刘德昭等一干官员接旨。臣刘德昭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龙3为钦差大臣，在查办舒总兵遇刺案之时，监督查访山西赈灾之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之官风政绩，如实禀报，不得有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，刘大人，这皇上的密旨可都听到了。这临出宫前啊，皇上再三叮嘱，一定要详查山西的赈灾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的官风政绩。那就有了各位大人多多配合了。哎呀，龙大人您就放心，我等自当竭尽全力的配合龙大人。龙大人这一路实在是辛苦了。这舒总兵的府邸的位置这么偏僻，而且呢，设施呢又这么简陋，实在是委屈龙大人了。龙大人是这样啊，如果龙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啊，毕府呢有一个小小的别院，而且环境十分之优雅，出行呢十分之便利。大人可否考虑移驾到小院暂住啊？多谢刘大人的美意。只不过啊，这皇上下旨让下官巡查当地的官风，你我不适合走得太近，只怕别人容易多说闲话，对你我都不利啊。哎呀，龙大人，你看你啊，自京城远道而来，那是翻山越岭啊，太辛苦龙大人了。你看啊，你既然到了这里，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这些地方的同僚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主子，咱们这几天在舒府，天天粗茶淡饭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不如就看看这刘大人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。鸟的，行，那就多谢刘大人了。龙大人，请，请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能够来此与我们这帮地方同僚小叙，实乃是我等荣幸之至啊！龙大人啊，咱们就别干看着了啊！这些呢，都是毕府的小厨做的一些家常小菜，不知可否合龙大人的胃口？来，龙大人尝尝，尝一尝。刘大人，你这一桌佳肴，不见寻常的鸡鸭鱼肉，全是些难得的山珍海味。刘大人啊，你这家常小菜可比皇上御膳的规格还要高啊！龙大人说笑了啊，这是夸奖我啊。是这样，有菜不能没酒啊。来，龙大人，尝一尝，这可是来，自西域而来的葡萄酒，冰镇之后口感更佳。来，尝一尝。来，二位你们也随意。外面赤日炎炎，焦土千里，没想到刘大人府上还有这冰镇的葡萄美酒啊！不怕龙大人笑话，本府呢体胖怕热，故而呢在这家中多挖了几口冰窖，每到隆冬之时呢，就会大量的取些冰块，以度炎夏。刘大人，会享福。
此次山西等省大旱，这皇上啊，在紫禁城里是食不下咽，寝不安枕，麻衣素食1个月之久，还赐龙血抄佛经，这才求得一场甘霖。看来这做天子的，真是不如这做臣子的逍遥自在啊。哎呀，龙大人，此话严重了啊！来，吃菜，来吃菜啊！大人请。刘大人，不必忙活了。你这一盘盘的佳肴，在本钦差的眼中，就是民脂民膏；一杯杯美酒，就是黎民血泪。恕本钦差难以下咽。龙大人果然是忧国忧民呐，让我等十分惭愧啊。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，我等洗耳恭听。刘大人，咱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。你我已算是心照不宣，我只要求刘大人做好3件事情。不知哪3件？第一，放了王13等人，还有那日你在你小舅子员外抓捕的那些灾民，全部无罪释放，并加以赔偿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二，把囤积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。把那些借机哄抬粮价、大发国难财的奸商全部都抓起来，严惩不贷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三，交出赈灾银两的账目，并打开银库，让本钦差一一核查清楚。若有短缺，你等自行想办法补上。然后再跟本钦差一起，把这些银两发放给灾民。二位没觉得这个天儿格外的闷热吗？是啊，热得很。好啊。我这就调集人马，即刻就办。刘大人啊，你可不要敷衍本钦差啊！你们应该都清楚，眼下能否办好这3件事情，不仅关系到数十万灾民的生死，更关系到你等一干地方官员的前途和性命。本府明白。行，那本钦差就告辞了。宋大人，不必了。诸位大人，留在这儿，继续享用这些美酒佳肴吧，别浪费了。一环，你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居然敢刻假玉玺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可是犯了帝王的大忌。虽然皇上表面上夸奖，但你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当时说完就感觉到了，他心里肯定不开心了。可是现在反悔也没办法了呀。叔父，一欢也是救人心切，他一向心性单纯，不明白帝王的复杂心思，现在埋怨他也没用了。本来就是啊，我以为我在帮他解围，而且是他让我刻的，谁知道会这样。朱哥哥，我是不是又办傻事了？是有点傻，但是我不怪你。我们本来就跟康熙势不两立，翻脸也是早晚的事情。好在眼下他跟我们还算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就算是对我们起了防备之心，也只能暂时和我们维持眼下的关系。
你不必过于自责。从小到大你都这么包容我。哎，你呀，我早晚得死在你们两兄妹手里。哎，死在你手里。你呀。都是因为那夜我下手太重，要不我先用内力替你疗伤。多谢前辈，不必了。刘德昭一直怀疑他身边有了奸细，只是还没怀疑到我身上，所以我不能耽搁太久。是不是刘德昭他们又有新举动了？今天钦差大人直接来了府衙，还亮出了皇上的密旨，把刘德昭他们吓了个半死。钦差大人走后，刘德昭便召集了他那几个心腹的官员和府上，一起商量对策。